嘿，今仔日吼，大家南山咧传落边，要来洗菜市啊！我爱洗菜洗菜市啊！市啊哦，我上爱菜市啊，就爱洗菜市啊，是安那？因为我是一个足勤俭的现代新女性。嘿，菜市啊，阿姨拢会送我葱，哦，买菜上苍就买菜对啊。送葱送盐水，啊你咧？我足介洗菜市啊，是因为吼，我感觉伊咧叫卖声音足好听。哦，阿姨拢会讲，来哦，去食看卖哦。哎，有迄种诶，啊，有迄种单点就来，来一把，啊，还有那种有江湖开口的，3.50啦，卖了要来走路啊啦，4.50啦，歹势啦，我买了嘛。走路，头家走路啊，你卖生气啦，你卖生气啦。感觉很好哎，感觉很就亲呢。菜市啊，足趣味的。对啊，洗菜市啊，吼真好耍，啊嘛真好食，因为烧的、冷的、熟的、青的、甜的、咸的，拢有甲人生共款。对，啊，今日咱两位导览先生爱带大家去倒位洗菜市啊咧，先来邀请头一位领队来宾阿松上过。阿松欢迎。嘿嘿，嗨，导览先生两位主持人啊！真正感觉为菜市啊走过来啦。来，要食好食位才来，要听好听的嘛爱来遮看卖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领队，我就是阿雄啦。哎，一百，哎，一百。今日要甲大家介绍什么一百，你知道？这是超过100年历史的大菜市。伫咧台南这个所在，我来讲，这个所在吼，物件好食是基本，伊的建筑才是学问啦。超过100年的历史内底吼，伊的建筑吼，真正足学问的。日本人起的，上重要的是吼，伊这建筑吼，超过100年了后，经过风台啦、地动啦、火烧厝啦，又原搁原在。所以你若要食好食的物件，对遮来；要听学问，爱对遮来遮找吼。啊，今仔日了，我要介绍咱这队的领队，咱的导览先生是啥物人呢？伊吼，这人介厉害。伊敢若写字就写高本字，全部拢是写台南的代志。嘿，因为这个人唔捌行过别的县市，开玩笑，伊就是始终兼换店，就是自头到尾敢若爱台南的。嘿，啊，这个老师吼，佮专门出一本书，就是要来写咱这个台南西市场、台南大菜市。今嘛，普下欢迎咱今仔日的副城作家陈秀丽老师。大家超好心嘞，哦，这个小学啊，制服安尼。嘿嘿，老师你好。你好。老师来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秀丽。嘿，啊老师，咱这队有一个队伍，吼，1、2、3，台南大菜市，下人教我米，真正有默契。老师请坐，秀丽老师。老师写高本台南的册，啊，迄个台南的市场嘛一本，有一本。你介意市场的啥物物件？食。哎，对，来讲这的基本的啊。去台南够好食的。来，他拄仔讲的迄本就这本。哎呦，西市场，你拄则讲大菜市呢？大菜市是伊的旧名啦。哦，啊，因为尾后当菜市出现，所以叫西菜市。这个方面你有感觉那村的有那村的烟火无？有遮。我你讲，伊1905年迄阵开幕的时阵，100几当前有烟火。哎呦，嘿，你想袂到对无？因为迄个年代真正是按想讲100几当前，因为什么会拢无嘛。对。迄阵的报纸个报讲，吼，迄阵因是下暗时啊开幕。对。放烟火。嘿，啊，迄阵其实台南无电，啊，毋过有迄种迄个煤灯迄种物件，嘿，对，很盛大的。嘿，对，所以这件代志是伫台南，伫迄个时阵是足重要的。而且我搁查到一个物件，人讲吼。古早，别人搁咧穿开卡裤，已经有冷冻裤。117年前，伊就有冷冻裤。唔是，是其中咧发展的过程内底。过程内底有冷冻裤，足恐怖的。你知影什么是开卡裤无？开卡裤就是开裆裤啊。对，我是咧问伊啦。我多嘴，查甫较知啦，查甫较知。以为感觉真厉害，就厉害。台南的市场，咱来邀请第2位领队来宾
大开。欢迎，重新来啊，我重新来啊！哇，厉害喽！大家好，哎呦，大凯来啊！哇，我是今日领队大凯。哎呀，厉害厉害哦！这个吼，人讲坐车看景，坐船看海影，你若是要好食好佚佗，你就要来找嘉义市就对啦。我跟你讲，今日是安那，今日是讲菜市啊咧车饼。对。啊，这个车饼这个物件吼，加减会有输赢啦。对不？系啊，啊，别人是台北人咧介绍台南的市场，我是正港嘉义人咧介绍嘉义的东西啦。赞！嘉义人把这个推落去。你叫唱啥？叫唱。阮这种专心假套套的，才知影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歹。对，假套套，嘿，免走去别位，免走去别个县市，我就顾嘉义就好啊。你顾家己啦，你讲我是顾口味，你好食什么？你若是顾口味，你安尼你就知影输赢。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个人，原来伫嘉义东区。东市边啊大汉的，正港即马伫在地东市咧做导览先生，伊是专业的专科的导览先生哦。哎，讲你无专业。无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你是导览先生，啊，好子你今日就讲出来啊。你这是台南小姐哦，你是导览先生，是台南小姐。安尼我来介绍嘉义先生，欢迎我们的导览先生阿宏老师。哎呦！老师来哦，上班啦！是，来阿宏哥先甲观众朋友拍一下招呼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义阿宏。哦，咱今日有一个口号啦，嘉义咱的城市，嘉义咱的基地，欢迎大家来这佚佗，水啦！嘉义啦，这气势。无啦，伊迄是忘词，这你一句我一句，阮这是拢会记的，两个人在讲。你都未讲人会配好的，就是安尼讲，你是安尼要安尼讲。我是讲你大哥来惊你哦。今仔日现场这个烧饼开，感觉真重哦。我有一点仔惊。有真诶，咱这较大的哦，嘉义台南哦。迄个嘉义市长啊，有传一个讯息给我啦。市长我传讯息给你，伊就讲吼，大凯，你今日你爱记哩，你输唔是干你输，是规个嘉义拢输去啊！伊只是介绍嘉义市啊，我是菜市啊大，阮爸阮阿公因爸嘛开始卖。敢是台南的？不是，就是因为对菜市啊了解，才有法度介绍菜市啊的好所在。我惊讲，这无爱袂落煞，都有人会中风。有人会中在个。来宾那比导览先生更较激动。无啊，伊一人带一个啊，迄民主问题啊。菜输你哪里算车饼赌诶？不是讲一定那样，迄是咱输袂起。我错，那有迄个输的代志，无输的啦。啊，你彰化人，你去徛在这边。阮彰化菜市啊，我真厉害。最近控肉饭重新开张嘛。阿宏老师拄着迄个丹田哦，我感觉足有力的。好，太高介绍啊啦。敢若是广告师呢？无啦，你客气啦。啊，我平常时拢伫学校咧教课。教什么课？是教台语。教台语哦。是。哦。伫国校啊内底。国校啊，国中拢有。啊，你用什么方法？啊，就用咱种生活化。啊，咱有当时啊，咱课本足济有教材，但是课本教材内底伊叫做迄个咱若教叫做照本宣科啦。我较爱用一寡咱较生活化，因为咱用生活化，互囡仔伊较会当接受，较会当去学习。是安那爱去洗菜市啊？是安那？因为咱民生食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用的，本来就拢伫菜市啊，拢伫卖。啊，所以咱民生第一重要的食排大生，所以咱一定爱去洗菜市嘛。对啊。所以咱是家己当菜市，是啊，咱台南的洗菜市、大菜市就对啦。啊，无咱为台南开。好啊，选择哦，嘿，两位主持人。大菜市好啊啦。你才行错啦！爱加油哦！那你去小饼，你全部老师你袂惊，你袂惊。你加油者，加油者啦！老师加油，冲啊！加油！台南小姐。
大家好，我是台南西市场的作者陈秀丽。今仔日呢，我就是来大家介绍阮台南，大家拢讲是大菜市啦。嘿，所以我等下可能会讲大菜市西市场，阮讲一个所在。这个大菜市是伫倒位呢？伊是伫西门路，吼，佮中正路，佮大家最爱去的国华街，吼，国华一条街，吼，佮正兴街，吼。伊差不多是即个所在。即马按个为正门开始行入去，慢慢看吼。遮写西市场对无？其实呢，因为什么通我讲的，伊叫做大菜市。因为呢，伊是日本时代阮台南同大历史同久的一个菜市啊。伊甲一般的菜市啊无啥共，有小卖对无？伊嘛有大卖，伊重要是伊是大卖的市场，伫日本时代，所以台南的果菜市场啊、肉品市场啊、鱼市场的拍卖场，拢是为即个所在独立出来的。毋过其实这是叫做西市场的外卖店。嘿，伊入面的所在呢，其实毋是西市场，是另外一个市场，叫做青草市场。就是恁讲的，按讲的布庄啦，嘿，伊伫日本时代叫做青草市场，战后伊叫做西门商场，战后较变是布庄，吼，你会当伫遐做西装啊，吼，做衫啊，做老热的一个所在，所以伊即个大门口入来是两个市场，来为遮随过来按即个本馆。就是即个本馆遮。本馆。老师起一栋厝嘿，可以看者。好，你看，甲即摆谁都无共款对无？这是较早的模样。嘿，伊是两栋木造的厝，一栋是卖菜甲肉，卖鱼甲肉，一栋是卖菜，嘿，伊是分开的哦。嘿，你看看板顶管写啥物哦？你看写啥？台南市场，你讲奇怪，市场，伊较毋是西市场，因为伊同早叫做台南市场，我讲伊是同早的一个市场，所以应该就是台南市场嘛。尾啊，因为东菜市，阮台南的东菜市，因为恁家己的东菜市开了，吼，因为伊伫东边，阮伫西边，所以叫做西市场，安尼是安尼来的。这较早这市场这建筑那遮水着，系啊，起码再来看后，这是新社，对吧？对，新社，不过变变安尼呢，变安尼。即摆是安怎会变安尼？以前为木造变即个西洋楼型，就是因为1911年的时阵拄了一个大台风，规个倒了。所以伊顶起的时阵就起一个足气派的迄种嘿。你会看着讲，伊头前佫有一个花园介水有无？这是通我按看迄个布庄。刚一个布庄。嘿，因为伊尾啊个起布庄，因为 location 上好啊。无办法，嘿，卖点啦，迄是头前对无？即马这是后壁面。你会感觉后壁面嘛介水啊？吼，伊后壁面佫有一个湖，其实迄个湖是啥物货？你敢知影？水高。因为伊迄阵的后壁面拢是气温，是。即个气温是到迄个开中正路的时阵，较来甜起来。嘿，遮就是伊即个本体嘛，就是通观看迄个后壁面遮嘛吼。即个通过迄个湖迄个所在。变。嘿，个变大家都爱吃遮的路店。国华街，内底嘛有卖冰的，嘛有卖面的。卖冰啦，卖五金嘛，吼，一寡有诶无诶，吼。即马来，即个湖的另外一边呢？对，即马同新呢叫做青草青春新天地，新天地，我用国语讲较紧。遮吼就是有一寡卖一些二手的，吼，迄种市集啦。其实就是因为即马咧整修，所以即个市集较无。毋过伊拜六礼拜还佫有一寡摆摊安尼吼。好，即马就是遮贵的啦，大家介绍了，当然呢，按过来开始来。想讲，伊修理好了后，伊是实现做啥物款？按通过看，迄是古早时阵的型嘛，吼。这就是修理好的型，吼。伊较特别的所在是，即个
叫做马萨屋顶。啊，这是太子楼，就是采光的所在。这是内底，吼啊，市场上重要的是啥物货？卫生嘛。啊，你爱卫生，你要看百几年前，伊个爱注重采光、通风、个排水。啊，这是排水的所在。啊，你要看，我迄窗仔门真正有够济。嘿，因为采光爱通风嘛。啊，这顶悬的太子楼就是我讲的，伊就是屋顶的采光。吼啊，当然讲到台南一定爱讲食嘛。对啊，来，这间叫做江水河。哎呀，俺主持人应该捌食过啊，阿雄嘛捌食过，我嘛食过，大家拢捌食过。江水河，嘿，江水河，伊头有名伫北部边嘛，啊，伊的物件是家己煮的，吼，一寡豆仔类的，吼，伊红豆仔好食，啊，迄个蚵仔足香，吼，嘛好食。当天食的有诶米糕糜，就是嘿米糕糜，就是咧，爱加米酒。嘿，专家，我上爱。嘿，因为伊迄个米酒会当来提味啦，有一个提味的效果。啊，这真正是冬季限定的。我要来之前，我问差不多3-4遍啊，问迄个头家有要烦死，讲阿袂寒啦。伊本地是讲拢立冬了后较有，啊，即马就立冬啊，啊，无够冷嘛。我拢敢食冰，拢无食到米糕糜。系啊，可惜你后边来，我带你来食。啊，毋过你係当天来哦。用啥物控的啊？哦，这是用营养。哦，营养瓜吧。系营养瓜吧，伊重要是迄个营养瓜嘛足香，嘿，迄个无头干咸料，嘿对。啊，安尼足甜无？诶，小看啦。台南人讲小看，咱食可能会去搞遐光去。一定爱甜，这是台南。嘿，正台南味嘿。啊，另外这边这个咧，迄是芋粿，嘿，啊是呐，芋粿伊是用芋粿签，全部满的芋粿签来去煮的。啊，这去吹啦，啊，芋粿签的顶悬是有啥物有肉色，啊，芋粿的甜甲肉色的咸，两个安尼。咸甜啊，咸甜，食起来吼，嘛是介好食吼。嘿，啊，即摆来看另外一个所在，吼，就是五金行。是安怎要介绍这间五金行呢？因为这今年发五金行是战后开的，啊，为这间会当看到一个历史的转变。安怎讲呢？因为因红早吼是拢卖台南的针织厂迄种家刀啊、刀啊迄种的吼，啊，所以伊有卖一寡。日本进口的、台湾的，因为这个针织厂尾啊个愈来愈较没落了后，来个变迄个家庭啊，家庭遐有迄一寡拆船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因会买一寡五金去做伊的工具，啊，拆船尾啊个无啊，吼，差不多80几年到民国90年迄阵，个变一寡投资师来买刀啊，吼去。餐厅啊，吼，也是迄个总铺师，嘿，去来料理。啊，伊这即马吼变足侪是少年人，来买啥物货？买一寡铁夹刀，就手工的，就铁夹刀要就较细支的迄种的啦。啊，无就是老件，吼，一寡迄较古早式的迄种迄，即马就足侪台南。足侪人去台南，就是要去看一寡较古式的物件嘛，吼。啊来呢，俺即摆看的即间的叫做三屋百货，百货公司就对了。百货店，嘿，百货店，其实伊是卖一寡学生衫啦，吼啊，裙衫啦、内衫啦、啊囡仔衫，啊伊的地点呢是离迄个拄啊中央洞，就是俺通我看迄个足水迄个。建筑的内底，啊，伊迄个位拄啊好是离中嘛，所以你为青草来，为国华街来，拢会经过这个所在，所以遮会生意足好。因为像阮足侪台南的乌里桑，做爱穿啥物货，做爱穿足松的麻西的内架，对。啊，像这的话吼，你也要买，可能即种店较买有啦，嘿。好，重要的是大家。来去阮台南的大菜市来细细看看，你就知影讲有啥物物件是你介意的。好，多谢。
无包办啦，啥物拢有呢。对出事甲入土拢会使去处理。有影囡仔出事爱囡仔衫嘛，啊遐娘娘的，是毋是入土的时阵嘛是爱去百会菜的，啊你话啊4点钟爱食一摆有无？外人热人拢有啊，你看是毋是？人生拢伫迄个市场内底，这就是一个人生的缩影。对，真诶。所以唔讲去倒吼，拢先去洗菜市也是对。对啦，但是秀丽老师伊讲的台南菜市啊，感觉足文雅呢，气质真好呢。阮即个菜市啊，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，伊是一个较综合性的，吼，伊毋是讲伊甲一个食的所在，伊有足侪无共款、卖无共款物件的所在啊。同重要是伊的历史啦，我是感觉伊的历史，以后遮因为伊即摆搁咧整修，嘿啊，所以等伊修理好的时阵，大家会当去行行看看。大菜市，大菜市。好，台南了，过来要来家己啊！加油！阿洪老师有请。是啊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嘉义阿洪，今日带恁大家来说东市。咱嘉义的东市是伫1914年来成立，啊，其实讲起来，伊原底伊的范围伫即个所在。伫清朝的时阵，即个所在是县府的县衙府的所在，啊，所以伫周边即搭遮就变成一个人会来的所在，啊，所以一直到即个日本时代来的时阵。伊甲建立一个东菜市，迄个阵叫做东市场，吼。东市场伊甲起起来了后，伊是内底有规划甲有迄个卖鱼仔的一区，卖肉的一区，卖菜的一区，甚至阁有好食面的一区。咱若来到菜市啊，青菜要食都爱食潮时的，啊，啥物青菜潮时的？咱有一句，即个俗语足长的，叫做正月仓、2月谷、3月兴、4月应、5月补、6月果、7月顺、8月哦。九计呢，10芹菜、11蒜、12白。听到这，这就是咱12个月的即个咱当潮时的即个菜色。啊，因为2届的火烧，所以一寡店家拢走出来外口，一直刷，刷到即马东市，即马目前哦，即马东市。为这条开始来到遮，来到遮，拄啊拢编辑，所以我甲大家介绍，咱嘉义的东市是目前咱全台湾面积上大的传统市场，所以拄则咱即个咱阿兄兄吼，来，咱有来讲到吼，即个为出世一直到你人生终点站，你来菜市就有啊，吼，伫遮咱阁有另外看到这3间，这叫做。在地的信仰啦，啊，咱这在地信仰吼，咱大家一般若讲起来，城隍庙大家拢真知影，这城隍庙是迄当时算有那官方的庙，吼，啊，但是咧，这个上中庙吼是阮嘉义上第一古庙，啊，这真侪人唔知影，详细有机会再过来嘉义听我讲，好吧？是哦。安尼听就真了解啊，3个字，妙妙妙，太妙了！来，阿洪哥开始来介绍了。啊，现在要甲你介绍厝顶，这就是我拄我讲过啊，咱东市吼，这个2届的火烧，拄啊春遮烧无去。咱一般若看到这种这个乌厝顶乌遐，这就是日本建筑。吼，你即马你看到的这拄啊，咱秀丽老师，咱有去讲到的，就是种这种这个。太子楼、太子楼，啊，这太子楼，咱一个台语叫做红厝啊。伊除了伊采光，阁有通风的这种这个效果。这过去较早安那，因就是有这种这个自然工法。吼啊，所以你也看卖啊哦，这是伫内底哦。这抓就是我拄仔讲的，规划真好的，叫做地点。弄地点。哦，地点就是咱即摆咧讲的猪肉摊啦吼。伊这个地点遮，伊规个下骹的这个建筑物，规个拢总是咱。台湾在地的建材叫做希诺基，这个希诺基，嘿，要好佳哉要保存这区域，无去烧掉。咱大家咱来到这，还阁有人看，来到市啊，无讲食头算市啊，对无？对啦，规拢摇起。人讲食的、大的、轻的、用的，食的就是拜大星啦，对，无食安那，
讲袂过。无元气。来，这间在卖凉水，在卖什么凉水？我知啦，油头白啊，你一定要用这起赞啦。迄真正是叫咱在地啦。这间卖偌久啊？你敢知？几啊10档啊？几啊10档？系啊。一只咧过，即摆已经是第4代啊，水哦，超过100档。哦，超过100档。卖凉水超过100档，你捌拄过无？啊，看到这凉水有传啊无啦？顺的啦。今仔有传，当然的咯。来个这，来，来啊，来个这一定爱传来加讲的。啉吼，可能惊人啉吼，啊一人半杯安尼啊。这才是重点。你先加啉一喙啊，看卖啊。先啉原味的，你看卖啊。对，唔是惊恁啉啦，家己人无咧惊你啉的啦。哦，这真正有顺的。好来，酱油头的啦。咱边仔一罐，迄个汽水，甲关起来。爱人汽水哦，安尼是讲透水的樱桃汁呢？无倒汽水，透发咱洗水透汽水，这是个特色。透汽水。啊，因为有人反应安尼好，啊嘛有人无一定啉会下啦。啊，我知影啦。什么？伊安尼啉落，伊内底伊个汽水迄个气吼，会甲迄个气味啊一直扑出，一直扑出，对加足香的。有一点仔咸咸的，效果对无？对，甘甘的。因为伊杨桃吼，咱讲实在，伊即种杨桃，伊是咱台湾的土杨桃。即种杨桃，你若像我咧食，叫做酸葛涩。哦。对。啊，所以伊除了伊敢若甲做咸酸甜，佮甲做像咱即个杨桃冰安尼。吼，过来。后一单。哦，这档好食哦。这直接规鼎，这在创啥？白骨酥。这叫做肉骨酥。肉骨酥。啊，这肉骨酥吼，我甲你讲一下，伊其实吼，伊本来人伊是煎起来了后，人这做汤的，叫做肉骨酥汤。对。啊，但是因为安怎？因为大家看大鼎一只在煎，好，怎煮安尼买起来，卖富汤的煮汤就甲摕起来煲。好，我甲你讲诶，比咧咱全台湾上好食的咸酥鸡，搁较好食，我无骗你。你若来遮，会记你。爱趁小甲买，趁小甲食，啊就安尼食。啊，你若冷气，你就爱煮汤哦，好不好？伊即间吼，伊就是糕，伊本身卖冬仔米糕。啊，这个冬仔米糕吼，来咱甲注意看，哇，咱一般冬仔米糕拢是浇迄个甜酱，你有看到伊遮？导游咯。嘿对，特制酱油，因的特质，伊即个加落了后，甲别位无共的口味。但是你咧食99分尔。今仔阿红直接教你食100分呢。哎呦，你会记你若敢食蒜头的蒜蓉，甲伊淋起哩。哦，我甲你讲诶，100分顺走出来。哎呦，吼，所以会记你哈，来遮食米糕，你若有食蒜头，会记你100分，但这蒜蓉诶，甲淋起哩，迄个气味会当佫提升起来，吼，保证你吼，规个称甲掠袂掉。过来，这间是啥物？敢知影？看遮的，敢知影这间是啥物？烟枪食肉。诶。对啊，烟枪食嘛。你讲台南人？迄是台南人，较咧讲啦。这就烟枪食肉。来，台南人讲烟枪食肉，你直接你有看到这3字无？卤食肉。卤食肉，即马叫做家己的专有名词尔。哎呦，有注册的对啊。即马咱叫做乌白切，对无？啊，咱伫台南，你去到遐叫做烟枪食肉，咱家己市抑阁保留着叫做卤食肉。啊，卤食肉。无落咯，白水甲沙煮咧尔，伊主要是咧温迄个料。哦，我来，咱来看嘛，这菜这厨仔内底吼，咱有看到遮内底，伊这卤食肉的主料，就是拢是猪北来。吼，啊，猪北来本来其实讲起来是迄种迄个人较无爱的物件，但是安那，咱无去甲讨制，咱共款来煮的，咱来甲这个来甲温因特制迄种豆油膏，迄变成是一个特色。老师，等。嘿，来，请讲。这若大牌去啊吼，绝对袂晓点。安怎讲？来，你甲头家，来，你讲，哎，安那？你甲头家讲，你要食这是啥物？嘿，迄个红红的，红红的长啊，红红的一条的，一条长啊，红红的一条的，来。啊边啊这叫啥？这是四角的。整个角。豆腐。豆腐，水啦，新鲜的豆腐。好啦。这是猪血粿啦。好来，来，来。粉
第我你看我紧啊，这叫做猪戏吼。来，请郑老师给你教，无紧老师给你教。啊，这是啥啦？来，这吼，这叫做婚前。婚前。嘿，伊形体甲咱的迄个烟尘要共款，啊，毋过伊内底伊是有灌粉的，啊，所以叫做婚前。好，咱来看卖，我去切一半只吼，咱有看到的，啊，拄啊这咱叫做米血，啊，伊这米血内底吼，我来讲，恁一般食着米血是一般的米血尔，伊这米血伊内底伊佫含一个特殊的气味。什么？你家己人拢知啊。我唔是介。古早，韩字食个饱。对，哇，番薯，哎呦，哦，伊就带番薯签伫内底我看，所以头刚减了。加一米啦。我甲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紧，外行人做伙去讲外行话，咱莫甲伊计较，吼，好不好？嘿，对，嘿，最强的冇歹，唔是甲你食啊，招你来阮家己食好料的，吼，嘿，对，嘿啦，来，好来。啊，拄啊，咱咧讲诶，台南讲金丸，家己讲金粿，啊，过来这红这叫做婚前，这唔是吧？伊无悬哦，这唔是吧？这叫做婚粿。啊，不是红色红粿。啊来，你会感觉婚粿敢毋是人咧淋迄个搓边的，对无？色的。嘿，对，迄就是咱一般传统的，迄淋黄金色素，咱去做的迄个婚粿，迄是食甜的。这伫遮都是。全台湾可能即马目前剩嘉义东市有咧做的婚粿尔。拄啊，咱讲婚前，伊哪袂输烟尘，伊内底有蓝肉角。对，即个婚粿无蓝，伊是草莓口味。迄个对吧？伊爱讲血腥玛丽口味哦。血腥玛丽是对啦，咱拢有咧走拍无的款哦。少一个你两个讲会当摆先开讲。好啦，这讲你弄哦，太经典。咱这个婚前吼，本来是迄个算干那咧灌在婚前内底啦。啊，因为加出来这个粉啊呐，啊无只好怎去甲吹起来。啊，就安尼食迄种口感啊啦，佫袂歹，落去甲粉粿去甲稳因的迄个特制的酱料佫袂歹，咁有够赞的安尼。啊，就怎安尼怎甲卖落去啊？哦，啊，这毋是草莓口味啊，这叫做食用色素。吼，这叫做食用色素，你唔免惊啦，这一当食啊，吼，这毋是用你的一般迄个化原料去淋的哦，吼，好无？所以做你安心啊来，阮家己啊，但是我甲你讲，要食这无一定有，因为都我爱有加做出来都有啊，啊，所以你来到遮，这是迄个有当时啊拄会着，有当时啊拄袂着，呛数，嘿，对，好，来，过来，啊，若讲这档吼，我甲你讲。先去排队，好无？排袂着啦。先去排队，啊！你来行诶，我甲你讲，参我要去排都排无。真诶。我甲你讲诶，我要爱吼，我虽然我若在地人，我要爱吼，我若爱叫步来，我若爱去排队，吼，咱我若袂当共插队。啊来，这叫做啥物？芒西，恁大拢会知。顶工一个学生啊，甲讲，迄叫做网袜啦。啊，这其实讲起来，这本来这是无效的物件，但是我甲你讲过，咱台湾人就是勤俭，咱甲这个扣食，咱甲伊提起来、扣起来，来去做这种这个，这种这个线路的这种这个包装。啊，所以咱今嘛咱讲肉卷啦吼，咱一般咱会去翻译做肉卷，但是嘉义人我甲你讲诶，你来到遮绝对你爱讲肉卷。肉卷，肉啊是卷就是剪啦，迄个啊对，咱顺从老师对台语真正有内行诶100分。我甲你讲诶，咱一般讲肉卷迄个卷，咱袂使念做卷，迄个卷就是咱蚕丝做茧。做茧啊，包起来做茧织物迄个茧，迄个就是叫牛仔丝卷，蚕丝卷叫做牛仔丝卷。好，所以。咁伊起来了，甲伊包起来。啊，这若伫即种即个什么宜兰啦，讲叫做鸡卷。鸡卷啦。你讲鸡卷嘛，毋是正版的哦。宜兰伊还叫做鸡卷。鸡卷。嘿，宜兰腔叫做鸡卷。嘿，食肥配卤卵，酸酸甜甜软软，圆圆。要来炖。嘿，来，这你算算一4个走透头，我真捌咯。来到即个遮，即间吼，啊，你有看到是安怎？太摕一块即种即个古康棒要来互大家看。15块。你有看到啥物？足俗的。你有看到足俗的？足俗的。
一碗炒面才15块尔，一碗卤肉饭才5块尔。排骨饭15块。啊，来，有够俗这的。当时的代志哇塞！ ，50当前的代志啊。哎呦，啊，但是恁拢无看到重点，哈，你甲看位上边啊去，你有看到这写啥物？青饭。青饭、嘿，啥物是青饭？白饭，白饭哎喂，迄毋是人咧食的啦。啊，白饭是来，咱台语吼，语言有语言的文化。咱华语讲白饭不要紧哦。但是台语你若讲白饭，就是咱咧讲的卡尾饭。啊，所以吼，来，我若去外口，我若听人讲来，头家一碗白饭，来卡尾饭，我拢起鸡母皮。啊无要安讲，阮拢讲白饭对啊。啊，来，我甲你讲，50当前就甲你讲啊，这种物件叫做青饭，哦，青饭哦。表示你少年。对啊。吼，咱若较侪回，我来讲，过去较早，咱若去咧，咱台湾人，我甲你讲真正，咱即个做头家人知影，咱有当时有人叫鸡肉饭、卤肉饭、控肉饭，对无？但是头家有当时做控卡，你叫青饭尔，搅咸无？搅咸就是安那，伊内底遐原底咧搅鸡肉饭、卤肉饭迄个卤安那，沙米素一个，哦。较一卡较两卡沙米素互你，莫讲互你敢若食青饭尔。啊，所以你甲看即张，这现代，即块空棒有高人指点哦。你甲看，伊有写青饭，我拄啊迄地是50当前的空棒哦。啊，即马即地安那，嘛是啊，个新的嘞，即地是新的，即地现代的，吼，即地现代的，哦，所以即块空棒有高人指点，吼，所以伊也要写青饭，这就无简单啊，吼，好来，啊，所以吼讲遮济啦，咱吼即个今仔日当市还佫足济物件，讲袂了。哦，你若来家己，崔阿红，带你来去西东市，哦，会记你哈，电话几号？控土有控汉字。好了，别讲空啊，给你记号。这是洪老师来。哦，这就是家己都本来本来，来，看到这目上面顶落来啊，哦，大少量这咧。这足歹摆的啦。啊，但是边仔有写一个讲吼，有当时你若有缘的时阵吼，伊会买1条2条。哦哟，来，边仔限量2条啦。嘿，伊即搭，但是我讲边仔卖叫做山寨版。阿虎敢若一担尔，嘿，阿虎敢若一担尔。来，老师，来，龙子祥，来，哦，内底册呢，这甲鸡梗有啥物无？来，咱安尼讲，拄仔要讲的鸡梗，伊内底拢无鸡。伊是鸡梗，其实讲起来就是甲咱原地年节啊拜拜的，有一寡鸡出来，遐有诶无诶，怎啊规个拢甲蓝咧、加咧，啊用这网丝怎啊甲包起来，水加钱。我甲你讲，拢无浪费，拢无讨债啦，拢无拍算。都有一个讲法啦，就是咱卖出鸡颔棍共较迄个型，啊北部主要拢是迄个豆腐皮，嘿，北部所以叫鸡梗啊，阮下港就是坚持要用网丝。网丝吼，因为伊本身有一个小块的油，啊，所以吼，你伊煎落时阵，伊迄个网丝油会透出来了后，会去感觉到伊特别的一个气味。真的这气味有够赞，系啊，我足久无食到内底包马薯才找啊。啊，你来啊！这古早味。你竟然你嚼着马薯，对啊，真正识货。对，你是家己啊台南的？我是台南，台南的，我讲的无尊重哈。所以开始你会当心疼伊，所以该台南人你一个人，你台南无要加分，你要举牌啊！有这问题。等下等下，我先摕出来。哦，新华挂只酒龙啦，我挂酒龙，这高级着。哎呦，你是要坐啥物啊这？古董呢？古物就对啊。出土文物。是，我来讲吼，阮台南是行文青的啦。但拄仔你拢食粗俗物，我来讲，这就算你有钱嘛，买袂起。你是咧讲啥？你是咧讲啥？你头拄食到欢喜甲安尼，你即摆甲我讲啥物粗俗的？你个人是会晓做人袂啦哈？你坐来坐，我来讲者，粗俗物的意思就是伊是庶民美食，嘿，铜板就能吃。对啦，安尼讲就对，安尼讲就对。啊，这物件原本嘛是铜板价啊，
这老师会使来。这欢乐会啊！我甲你讲，阮这大菜市生意好到什么程度？以前遐店家就是用欢乐会来咧做广告。这就是咱通过看已经三五百货。系啊，三五百货行你看。哦，这是以前的。嘿，因为古早时阵的店咯，大家拢会送迄个火柴盒，就是欢乐会。对啊。嘿啊，你也看伊的电话号码。敢若4番尔。4番哦，你讲好古早哦。伊4番差不多是民国50年的时阵。你也看号码的当地，你就差不多知影迄个年代啊。你看，这是6番呢。啊，这就6番呢，这就差不多30-40年前啊啦。10年前。这个较特别的迄个明星花露水。哦，来。用阿嬷都用这个防水呢。明星花露水。哦，伊这内底不是细罐的明星花露水。嘿，不是，这是欢乐会。其实咧，这个欢乐会，其实阮台南有一间叫胜利火柴，伊哩胜利火柴10年前个关，迄是台湾最后一间的火柴。因为这个时代无人去用迄种嘿啊，连赖达嘛拢大家无人咧用。系啊。你看一下，迄个年代嘛是爱金发辣妹。哦，对啦，不管什么年代，大家拢爱金发辣妹。哦，即摆是赖达的金发辣妹，这就是等于即摆你住饭店，伊会送赖达啦。嘿，啊，像这你要看这个较大啊。哦，有无？第一银行，嘿，第一银行爱较大的，银行来较有的较大气啊，嘿，跟这有一个，这是三角形的。啊，三角形。嘿，这甲一般较无相共，有一款有造型的。嘿，天人。啊，这是哥伦的。嘿，后壁搁写哥伦比亚电视机哦。哥伦比亚，嘿。哦，这就罕有的。这就是一个时代啦，像迄个三五百货，我摕这个欢乐会互伊看的时阵。伊袂使咁要留落，因为迄是因爸爸的时代的物件，系因爸爸造，嘿。啊，伊讲哦，这足久啊呢，因为因迄种店拢会做一寡赠品嘛，嘿。啊，伊即个时代就是欢乐会，啊尾啊伊个有做迄个牛奶糖，嘿，所以其实就是你为迄个时代的赠品内底，你可以当看到迄个无共款的迄个。社会氛围安尼，嘿，咱两位老师讲了吼，咱游览车嘛来到咱楼骹咧等。真个来，免出来哈。安尼哦。司机咧问讲，看要先来家己啊台南。我是感觉，你等下我问者，即摆是有咧通灵了对吧？内底有声音啦，嘿啦，嘿，豆包甲我讲啦，你等者，你等者。你啊先讲者，一是台南，嘛是二是台南。咱今仔日一是台南嘛，啊二是家己啦吼，到底。咱即摆要来台南啊，家己一定要来去台南嘛，看一下温馨的。有车要走行，1、2、3，家己台南，家己三姑啦，大个的两个家己。我两个家己，头一我家己啦。啊，你走票？阮阿嬷带家己啊。我是哪等下看阿嬷。你去家己了，再来我来阮台南看者啦。足近的啦。啊，游览车搁坐去，也毋是咱咧使的啊。倒去啦。就无共的风格，就无共的风格。多谢两位导览先生，啊，多谢两位领队，有够彩领队，谢谢大家。